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5年10月23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我看这个半夏投资的李贝开始鼓吹房地产这是2025年10月22号和讯网报道说，这个半夏投资李贝说地产或迎10年上升期，盈利将涨10倍。果然是语不惊人死不休10月22号，半夏投资李贝称，地产行业仍面临10年一遇的机会。10月22号，半夏投资掌门人、知名私募基金经理李贝表示认为地产行业面临10年一遇的机会，此判断未变，只是入场时间可能早了1-2年，毕竟这是10年一遇的机会，早晚1-2年正常。他从供需两方面阐述说，长期稳定的房地产销售面积，市场认为大概稳定在10到12亿平米，而最新年度销售规模可能仅6到7亿平米，由从均值往上回归需求。从需求结构看，早年房子品质差，新推楼盘有改善性需求。从时间维度，这轮房地产周期调整约4年，这基本5年左右能自然企稳。都说这个世界是草台班子，以往我们听到的都是媒体或者是中介或者是炒房的大 V 在那鼓吹，是吧？现在来了个投资机构，是吧？私募，知名私募说房地产已经10年上升期，盈利将涨10倍。我也不知道这个半夏投资他们的投资的这个那产品有没有赎回或者有没有什么破净有没有什么清仓？你说谁把钱交给这样的机构？你放心连保利对吧都在开始挣扎了。那万科现在在倒气，是不是？其他的房企都在重整，对吧？债务重组，破产清算，什么人都可以做投资人，你不服是不行的充分体现了叫什么清华北大不如胆子大。未来10年这人口什么个走势，经济什么一个走势，全然不顾刻舟求剑，是吧？他就是说房地产调整一般的就是5年差不多了，那时候掐指一算呢。我今天看有人说全国房贷断供的说有88万人，然后说有200万套房子被收回，这个数字也不知道准不准反正也不是官方机构给的，网上倒是乱传了。但是这个截止到2024年，咱们有1.05亿的这个按揭购房贷款这个户数人数这个是有统计的，独立的借款人超过3亿人。那现在这么看的话，88万断供，200万套房子收回，这个显然非常非常低不符合这个逻辑，也不符合咱们的这个感受就我只能说这是统计口径又发生变化了。也就是有很多这个韭菜以为自己断供了，但是你在银行的内部统计的时候你没有断供，对吧？这个通知你说你断供了给你打电话说不行，我把房子收回了我要拍卖了，你违约了，对吧？你要交滞纳金等等。实际上在银行内部它并没有给你算成违约，一旦给你算成违约的，银行的报表也不好看了，然后相关责任人要扣奖金，对吧？这汇总起来，支行业绩不好看，分行业绩也不好看，总行更难看，坏账率那么高，这个影响的股价。所以大家记住了就是你有可能你自己觉得你断供了，对吧？你这个房子要被收回了，要拍卖，但是银行内部可能不算，并没有把你算上。第二个就是大家都知道，你银行把房子强制执行法拍，你到法院立不上案呢，因为法院那个等待这个法拍的房子太多了，法拍房是吧年年增长，法院的这个他那个司法资源是有限的，对吧？一共也就那么多人，他有多少案子要办呢？所以很多银行这个法拍房到法院申请执行，法院的直接的立不了案，或者说你明年再来，都这种态度。太多了，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说到法拍这个也非常奇特我们看看这个宁波晚报报道说宁波豪宅法拍房1.8万人次围观的人不少1.8万人次，零人竞拍，就是没有人竞拍。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平台挂拍的江山万里小区一期一套法拍房22日出了拍卖结果。据评估报告，这套法拍房正在建筑面积137.89平方米，为地上28层中的第22层，2室3厅1厨2卫，评估价564万元，折合单价4万1千元每平米，起拍价395万，折合单价2万8650元每平米，打了7折嘛。这套法拍房吸引了1.8万余人围观，但最终无人报名，宣告流拍。就这么个市场，这私募
居然还说这个未来10年房地产的牛市利润也有10倍，真是服了他啊！不光是宁波的这个豪宅啊，法拍拍不出去，打7折啊都没人拍，围观的人不少，没人出手。这个上海的豪宅也一样啊，大家还记得那个上海一个拍过那个什么30而已安家影视剧的啊，取景地的那么一个豪宅，上海1.5亿老洋房2度降价，第4次流拍。10月23日上午，大碗新闻记者从阿里资产平台看到，上海市语言路上一栋100年老洋房末次流拍，该房经历3次拍卖，从第一次1.5亿起拍价，2拍降至9666万，第3次、第4次拍卖下调至8299万元，但均显示流拍。他这个房子流拍就是没人出价，就跟刚才宁波的豪宅一样啊，围观的人不少，没人出价。10月23日上午，大碗新闻记者联系负责此次拍卖的上海拍卖公司工作人员刘先生，其确认该老洋房已第4次流拍，后续处置情况和价格都还需要跟业主沟通再定。据说啊，他这个房子啊现在是出租状态，建筑面积347平方米，还有500平米的大院子，停车方便。其实我以前不做过节目嘛，这种房子做会所、私人会所还不错。该老洋房目前出租状态，租约一直到2029年，也就是还有4年时间，月租金67500元。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对吧？一边是豪宅1.5亿、1.6亿日光，一边是这个老洋房，对吧？1.5亿拍卖，现在山东打了对折，8200万无人问津。这说明什么问题？大家知道啊，那个豪宅，那豪宅是它不是独栋啊，人这个房子是独栋啊，还前面还有500平的这个院子，建筑面积将近350平。所以我只能说啊，要么是这个老洋房价格低估，要么就是那个上海那个豪宅啊价格高估，反正2个得有一个。这个你要说这个老洋房价格低估，这个逻辑上也说不通，价格低估了那肯定有人出手啊，是吧？韭菜买不起看热闹，那有钱人还是多的，一旦你这低估了，人家不出手啊。总之啊，你这个上海的这个老洋房和那个上海最近开盘的，对吧？1.6亿一套的房子，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这个可是独门独院呢，就是不应该差距这么大，对吧？也就是说啊，这种独栋啊，也可能住的成本比较高，对吧？维修管理啊、物业啊这东西，你得有一套人马，就是住的成本高一点。但是你说要是真是有钱人，根本就不在乎这个，所以我们只能得出个结论啊，上海那个豪宅啊，价格还是虚高啊。我们再看这个封面新闻报道啊，万达的王老板终于啊又卖掉一座万达，不容易啊。天眼查 APP 显示啊，近日广州增城万达广场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大连万达商业管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退出股东行列，新增北京嘉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为股东并全资持股，也就是增城万达广场啊顺利脱手啊。是万达王老板的卖资产的速度快，对吧？还是他的那个债务啊逾期的快？现在就拼速度啊。这个搜狐新闻报道啊，说河南登封拟对一镇征收房产税，引热议，按房产余值 1.2% 或租金 12% 征税。10月21日，河南省登封市发布《登封市人民政府关于登封市唐庄镇征收房产税及城镇土地使用税的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显示啊，拟对东至玉台、西至郭庄、南至张村、陈村、北至塔水磨的唐庄镇全域118平方公里范围内的27个村征收房产税，得入征收标准。唐庄镇的土地等级按3级地段，每平方米年应缴纳税3块钱啊，1平米1年。房产税按房产余值 1.2% 或租金 12% 计征。这是到什么地步了？这步子太大了吧，迈得太快了吧。消息发酵后啊，10月22日晚，征求意见的网页被删除。登封市税务局工作人员表示，这并非新的税种，而是因为唐庄镇由乡改镇，符合征收房产税的要求。哦，那这么说，把乡改成镇就是为了征税吧？你不能说因为你乡改成镇，你就可以多收税，你这是什么逻辑啊？说媒体查阅条例显示，说房产税的征收范围为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征收，房产税由产权所有人缴纳。条例明确了免纳房产税的情况，包括个人所有、非营业用的房产。公开信息显示，仅上海、重庆等部分城市试点非以经营性住房征收房产税。我只能说啊，确实有地方政府憋不住了，缺钱没
没办法，绞尽脑汁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也就是穷到一定地步了，就是工资发不出，对吧？各种费用支付不了。后来一想，哎，这样还有一个条例，对吧？1986年颁布的，你这儿以前是乡，现在改成镇了，镇对不起，可以收房产税。哎，这个条例是全国是有，但是只有上海和重庆在试点，其他地方都按兵不动。就你这个河南登封，你是站着有少林寺还是怎么着？敢收？叫冒天下之大不韪啊！也要学习重庆和上海，人家是直辖市啊，对吧？你这直辖了一个少林寺啊，缺钱，没办法。这个房地产下行啊，不光韭菜受灾，地方政府受的灾更大。我在以前节目说过，因为你房价1万块，中间7000，对吧？是通过各种途径渠道流到政府口袋了，土地使用权，对吧？这个费用有什么契税、印花税、增值税，反正加到一起啊，你这1万块钱的房价7000绕来绕去到政府口袋，那你说现在房子卖不动，那谁损失最大呢？对吧？这个道理比较好理解啊。所以你看这个最近，对吧？湖北省啊就开始就是国有资产，对吧？能租的租，能卖的卖，不能租不能卖的想办法融资，对吧？证券化，要把它搞到2级市场，让股民啊做贡献，化债呀，没办法。说到湖北啊，这个应该是昨天吧，十堰发生了一个非常惨的事情，我看这个新闻也很少报道，对吧？这么惨的事情，哎，热搜头条没有，静悄悄的一个小学，对吧？门口一群小学生正在放学，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城市里面学校啊，他小学一放学，因为家长来接啊，他都是给你划分区啊，比如说1年级的往这边走，2年级的过马路往那边走，然后走到指定区域交给家长，是吧？都这么干吧。结果有人开车啊，太残忍了。我这建议啊，这么下去的话，以后小孩一放学，应该四周的街道全部给他封锁，就是机动车不让行，对吧？有人生活不如意，有人受了委屈，有人受了不公，有人是自己作的，但是他都把这个怒火邪火啊，他撒到这个孩子身上，就是向更弱的人下手，这就社会风气坏了，对吧？冤有头债有主啊，向弱者下手，挥刀，对吧？向更弱的人。我们也不能否认啊，这社会运行中啊，肯定也出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出了问题，但是你不能，对吧？残害无辜啊，与禽兽何异啊？我们再看一个视频啊。我老公可能是80后里面混得最落魄的那个人，曾经是在项目上穿梭的项目总，如今连给自己买双鞋都要再三犹豫。13年前不顾家人反对，从广西远嫁重庆，现在老公中年返贫负债400多万。我们是如何从巅峰跌入谷底的？老公在恒大干了10年，那10年收入也算稳定，亲戚朋友围着转，回村都是满脸荣光。可谁能想到10年青春赴恒大换一场空，400万负债压得我们喘不过气。老公在恒大从基层干到中层，收入稳定时，李总喊不停，逢年过节家里挤满拜访的亲戚。可顺境里藏着陷阱，多年来我们跟着恒大投了各种信托基金、认购房、恒大金服，没等来收益，却等来了恒大的暴雷。一夜之间，催收电话、打爆通讯录、传票官司接连不断，最痛的不是负债，是人情冷暖。曾经热络的亲戚躲着走，生怕我们开口借钱。我6年没踏过娘家大门，那些李总的称呼早成了冷嘲热讽。但低谷让我看清3件事儿：风光时的朋友未必真，亲戚不过是称呼；老婆的态度是家的温度，夫妻同心才有力；陌生人的一句加油最暖心。现在我们的生活状态是买双鞋都要犹豫，可我们的家没散，我没跑，老公也没垮，拧着一股绳还债。负债不可怕，怕的是信念崩塌。我们体验过不缺钱的日子，也过了身上20元都拿不出来的日子，啥破事烂事都经历个遍。我不信我那么黑，一切都在慢慢变好的路上。这句话支撑了我1年又1年。这个号称是恒大的一个项目总，中年返贫，确实啊，这个对他人生啊是一个经历，就是说从风光无两到这个跌入低谷，无人问津，这走了都躲着他，怕他借钱呢。当初有多风光，对吧？现在就有多落魄，负债400万，现在官司缠身，对吧？他要把这400万还起来才行。我不知道啊，对吧？他们靠房地产火的时候赚的钱，但现在呢，房地产不行了。他能靠什么赚钱？靠什么翻身？这都非常难的，对吧？因为你不能再靠房地产去赚钱了，已经不行了。那你得找第二职业，第二职业哪个职业能这么赚钱呢？那你背了400万的债怎么还？恒大赚的恒大花，1分没有带回家，背了一屁股债。实际上啊，像这样形形色色的人非常多，就是像这种境遇的人啊，但是不是说都是在恒大干或者是在房地产，它是各种原因导致的负债、官司缠身。这里面啊有社会的原因，有环境的原因，但你不能否认更多的
还有个人的原因，就像那个49岁的堂哥一样的啊，就是那个文章说的，就是你一辈子失败啊，有的人是对吧运气不好，有的人是什么呢？是命不好，就是运气不好吧，有的人是环境不好，但我相信啊，很多人实际上是自身有问题，我是尽量是区别对待啊，就是有的是自身的问题，就比如你就是好吃懒做，你就是好高骛远，你就是不想好好上班，不想去拧螺丝，对吧？你本来就应该去拧螺丝的，但是你非要去，我要当个老板，对吧？我要搞4个店，我在那看着，或者我天天来点个卯，让剩下人给我干活，对吧？然后我这当老板多好啊！好，怎么当老板呢？我七大姑八大姨借钱，我开4个店，这叫好高骛远，这就叫好吃懒做，因为你不适合开店。哎，但是他自我感动啊！你看我多累啊！我投了这么多钱，我图啥？我还不是像光宗耀祖吗？你光宗耀祖，那你可以拧螺丝啊，你当个8级钳工也能光宗耀祖，对吧？你到时候搞个劳动奖章，五一劳动者是吧？都行行出状元，不代表你非得去当老板创业你才能出状元。我发现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啊，就是糊涂的很。然后完了自我感动，对吧？你看我第1次创业失败了，第2次创业，第3次创业，第4次创业，创业失败不值得感动啊！我也创业失败过，我还失败过不止1次呢。我从来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感动的。那这创业失败就是失败了，就是你不行，对吧？你误判了形势，你误判了自己失败的，你还是让别人感动。但我说这是一种情况啊，我想大家身边都遇到过这种人。那这种人一般都会给人留下一些负面的，对吧？你讨厌他，不想跟他打交道，对吧？也不想跟他染上关系，对吧？更不想借钱给他。那借了你钱，他也不会还的，他也还不了，只会越借越多。但是也有一种人，对吧？那纯粹就是命不好，就是我们经常也说到，越努力越惨。这真的不是他好高骛远，对吧？真的不是他什么，他就是命不好，就赶上这个时代。就比如我经常说的刚需房，对吧？他到了这个年纪，他要结婚，他要生孩子，要学区房，他买个小房子，结果惨了。你说这种人，你能说他好高骛远吗？你也不能说他不脚踏实地，人家反而他是特别脚踏实地，特别努力。这网上有个例子啊，说就是越努力越不幸的代表，说有个哥们儿啊，2018年读博士，那是玩命，对不对？那是小镇做题家，头发都做掉了。2018年读博，拼尽全力，2022年毕业。哎，博士一毕业不就人才了吗？对吧？你各个城市啊，各个高校都有人才引进，不有一些优惠条件吗？所以他就入职了一个城市的高校，好，给了他安家费50万，这还可以，对吧？你博士毕业啊，你是人才，给了你50万，不够你臭屁的。结果啊，这50万不是现金，是你必须得买房子，就是这50万必须你来用来买房，相当于买房补贴。说于是2022年，该兄弟接盘杭州余杭区，说目前房价已经腰斩，亏损上百万。这本来这个50万的安家费，对吧？现在亏损上百万，那就相当于这50万没了，还得亏50万。说导致完全无心科研，学术圈传来噩耗，越努力越不幸。投稿人，哎呀，说他努力到什么程度啊？他是全学院唯一一个按时毕业的。其实很多博士他都叫延期毕业，知道吧？就种种原因导致的啊。他是特别努力，按时毕业了，然后2022年毕业。然后同期说他一同上学的啊，就一同读博的这个同学啊，由于没能按期毕业，延期了2年，那就2024年才毕业。然后也是的啊，毕业之后那也人才引进啊，去买房。不过人家是全款买的，至少比他少亏损100万。你说这100万作为一个博士啊，虽然是博士，你多少年能挣100万呢？那你能说啊，这个博士好高骛远，不脚踏实地吗？人家是更努力，对吧？人家是按时毕业，这叫点背，你知道吧？当然你也可以说啊，这个房价都暴雷了，你还买，那活该。问题是人家博士去了要拿着50万呢，这50万安家费必须是买房啊！你说这也是坑人呐！我记得去年还是前年，对吧？很多地方为了这个刺激这个新生儿，对吧？刺激3胎嘛，是吧？1胎给什么优惠，2胎优惠，3胎给了什么优惠，好像都是跟房子有关系。你买房，你就能怎么样，对吧？这按揭贷款，这个补贴就这个3胎是吧？买房补贴就多，然后这个公积金，对吧？3胎你可以贷得多，不知道当时有多少人上了这个套啊？现在估计是痛不欲生吧？你想这仨孩子，这本来压力就大，这房子还暴跌，时代的一粒沙啊，落到每个人头上就变成一座大山了。尤其是这个时候啊，叫泥沙俱下，我们身边都是坑，你稍不小心，稍不留神，你就掉坑里了。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会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